戏园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越剧院的金派传人，我是樊婷婷。很高兴能够来到戏园这个平台和大家见面，和大家一起聊聊我所钟爱的越剧。今天呢，非常的激动啊，有点小激动，因为其实我跟小郭。你们戏园的小郭已经是老朋友了，我们在9年以前大家就相遇了，所以小郭呢，我们应该算老朋友了吧？所以怎么说呢？回忆一下我的从艺经历，哎呦，我就觉得也是越剧到现在对我来说已经有16岁开始。到现在已经20年了，也有20年了。我是16岁开始进的戏校，但是呢，它不是一个正规的戏校。当时呢，我是看到报纸上有一个招生的信息，它是一个什么学校呢？叫上海东方戏曲艺术学校。当时我记得我非常的兴奋，因为从小呢。我是非常的喜欢越剧，当时是看了越剧的《红楼梦》，一下子就被迷倒了。那么后来是看到这一则广告以后呢，我就去考试了。当时我记得我爸爸妈妈也非常的开明，他们也没有阻止我，也没有说你一定不允许去干嘛，一定不允许干嘛。你喜欢你就去吧。但是当时就跟我说了一句话。你既然去了，就希望你把这条路走好。那么，所以说当时也没想那么多。我记得是初一，然后我就去考试了。哎，我就考进去了，很顺利。当时，那么进去以后呢，后来慢慢才知道，上海东方戏曲艺术学校，这个学校呢一直是筹。其实没有正规的办下来，但是里面呢，一些给我们打基础的京剧老师，一些越剧老师，还是非常的好的一些老师，他们有从南通京剧院过来的京剧老师，然后有我们当时我记得，还有我们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王寿荣老师在里面也在执教，那么是给我们打基础。那么越剧这一块呢，是我们当时的芳华的戴宗贵老师，当时师资力量还是非常不错的。那么后来就是因为一直筹了2年，就学校就没有正式的办下来。学校大概有400多个学生吧，然后就大家一起辍学吧，这也算辍学了吧。那么就觉得。感觉自己的梦成了，马上却到了一半又要破灭了，心里非常的难受。但是后来经过一些家长的努力，那么我们的教委呢也觉得我们这批孩子，我呢是学的时间还算少的，去了2年。那在里面其实有很多的师姐师哥他们。已经在东方戏校待了有8年了，他们在那里。其实这个学校已经筹了8年了。后来一些家长就觉得这么多年学下来，放弃了也非常的可惜，那么就跟上海戏校就对接上，就说戏校的戏校希望考虑能为我们这个学校再开一个越剧班，我很幸运。那时我记得有400号学生去考上海戏校，我们越剧班收了20位同学，我是20个其中的一个，我就在里面应该说是正式了开始我越剧的一个梦，正是这样子，就心定了，在那儿学习就是心定了。那么在里面呢，我们学了3年。当时我们的班级是叫98越剧班，那么在我上面呢，还有我们一个95越剧班。他们呢在上海戏曲学校是6年制，我们呢是3年制，
应该说是一个速成班，然后过完这3年以后呢，我们2个班呢是同时毕业，然后呢，95班呢是我现在的所在的单位啊，上海粤剧院，他们是等于是代培的一些学生，他们毕业了就说好是要进我们单位的。那我们呢还要过一道坎儿，这道坎就是必须要来考试。考完试以后，如果你的业务合格的话，才能进上海粤剧院。所以就是说，那3年对我来说也是非常宝贵的。在那个3年里面，可能因为自己喜欢吧，非常爱粤剧，所以呢也不觉得苦。就是16岁离开父母以后，就来到学校。跟同学们一起生活，也没有觉得特别的苦，因为所以就是毕业的时候，3年速成，95班的师姐们，他们的时间比我们长，应该说学了蛮多的折子戏。那像我呢，到了戏校以后，除了打基础以外，戏呢就学了2折，学了1折那个3盖1。然后再学了1折是盘夫。其实要说我跟金老师的缘分，金彩凤老师的师生缘分，其实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因为很多的我的一些同学，他们呢被分到了《红楼梦》的葬花剧组啊，或者是二堂放子剧组，那我就被分到了当时是盘夫的一个折子戏的剧组。那么3年以后毕业了，来考上海粤剧院。那时候又印象非常深刻啊！我们班一个班20位同学，大家其实也付出了很多啊。那么后来经过层层的刷选，后来我们20位同学里面，又只留下了4位同学被我们粤剧院录取了。所以我一直说，我是一个幸运儿，就是我觉得这一辈子能从事我自己所热爱的事业，我就觉得是非常幸福、非常幸福的一种事情。所以，就觉得很感恩，真的是很感恩啊。然后，印象非常深刻。当时进粤剧院的时候，其实还是不是特别的顺利的，这当中还是有很多小故事，因为可能我本人的嗓音条件，老师们认为都还可以。当时老师们对我的考试是这么认为的，这孩子嗓音条件非常的不错。那么当时呢，就是因为可能妆面上的问题没有画好，有一度，我得到的消息是，这个孩子不录取了，有一度我是得到过这么一个消息。那么我当时印象非常深刻，我们呢当时的党总支书记，就对别的老师说，业务老师说，这个孩子。他们第一次考试是到戏校来看我们考的，这个孩子嗓子非常的好，如果放弃了，好像有点可惜，是不是这样？到上海粤剧院再来考一次，我们让上海粤剧院的专业化妆师再给他上一个妆看一下，结果我印象特别深，那一天来是一个我现在是我们一个团的同事姐姐了邓华薇，她给我化了一个妆。然后那天华薇姐姐呢，她发挥的也特别的好把我的妆面画得特别的好。那么后来整个一看，然后那天考试呢，我印象也特别的深在哪里呢？因为金老师没有来和现在我回想起，我当时很幼稚，我就觉得当时考试的那天呢是袁雪芬老师和张桂凤老师2位老艺术家来做的考官。那么我当时是一个心态，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呢？我现在说出来自己都想笑哈。我就往台下一看，金老师来了没？因为我考试的剧目是3盖1，
啊，我就琢磨着金老师来了没。后来一看，金老师没来，那我心里就自己给自己在那里嘀咕，我在嘀咕什么呢？不要紧，金老师没来，这个戏袁老师不懂的，他没演过，当时就是这么想的啊。然后就是出奇的心特别的定，在台上的发挥就特别的稳，因为我不紧张了嘛。啊，后来其实现在这么想想，真的是太幼稚了，太幼稚了，所以很顺利。那时候那一场考试，我自己觉得发挥的也特别好。那么袁老师呢，当时看了我以后呢，对我们也非常的，对我们这么小的小一辈啊，那时候他也非常的关心，我印象特别深。当时考完试，袁老师呢就把我叫到他的身边。啊，坐在他身边，他就很关心地问我，他说啊，你这个3盖1是谁教的啊？那我说是张月芳老师教的。张月芳老师是我在戏校的教戏的启蒙老师。那我说好，他说那老师跟你说啊，3盖1你在做戏的时候呢，表演的还是蛮好的，但是在当婆婆在前面说这段白口的时候呢，你坐在下面也要有戏，你不能坐在下面就啊我没事了，我的事儿完了，也要有。你虽然没戏，但是你的感觉要到位啊！你旁边就是王玉林坐在旁边，你们2个一起坐在这个房间，谁也不说话。肯定是有感觉的，不能像一个木头一样的坐在那边。那么就是当时袁老师跟我说这些话，其实我还不是很能够理解，这就是人物，这就是人物。我当时就是一个劲的点头，我知道了。啊，其实年龄小，其实我什么也不知道啊。然后袁老师对我特别的关心，我们桂峰老师也一个劲的。跟袁老师说，你看这孩子脸长长的，跟你特别像。那时候就说我像袁老师啊，然后袁老师啊盯着我看，哎，可能他觉得确实是有点像，然后就这么后来就这么顺顺利利的就进了我们单位了。那我就是应该说是梦想成真吧，这是我很重要的一个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应该说啊，就是奠定了我在粤剧这条道路上要这么走下去的一个基础。那么进了院以后呢，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幸运、比较顺利的，因为我们的领导、我们的老师，我觉得不光光是对我，当时是对我们当时有一个青年团，正好是95班一批师姐，还有我们98班的几位同学，大家在一起，我们就组成了一个青年团。当时我们的带队老师给我们把我们的艺术家一位一位的请到我们的队伍里来教我们的戏。当时我们就是一出的大戏，上海粤剧院的传统经典大戏给复出来。那么我印象当中，我们青年团第一个戏复的大戏就是《盘夫索夫》。那么说起盘夫索夫呢，我真的是要说到我的恩师金彩凤老师了。我跟他的缘分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因为第一次考试老师没来。那么盘夫索夫一开始是排折子戏，那么在我95班的试演当中呢，有2位也是唱京派的，当时啊。那么我们的严兰珍的角色呢，一共有3位，那么当时是分了 A、B、C 的3组。其实这个故事我讲了很多遍了，但是我每次讲我都要讲到它，为什么？因为我就觉得这个过程，这个老师对我这么一点一滴，怎么教我，我觉得实在是让我印象深刻啊！当时我就记得 A、B、C 角，我是 C 角，因为95班的2位师姐，老师在戏校就跟他们去排过戏了。那唯独我呢，跟老师是不认识的。后来就这么排，结果有一次很好的机会，我就记得2位师姐到香港跟着红楼团去演出了，那么就单独留下了我。
就有我跟老师有单独相处的机会，那么我非常的兴奋，所以我非常的抓住这样的好的一个机会。虽然1个礼拜我们当时只有3节业务课，下午大概是1、3、5的下午，有金彩凤老师来给我们上细课。那么这3个下午，我是非常非常的努力，因为说实话 ，A、B、C 角平时上课的时候，终归有先来后到吧。轮到我 C 角的时候，其实留给我的时间也是不多的。那么后来就是这3个下午，我的业务就一下子突飞猛进。那么我记得那1个礼拜，我的生活习惯就是2点一线，就是宿舍、练功房，看录像，然后自己就琢磨老师跟我们说上课的时候说的一些要领，所以可能就一下子进度就快了不少，所以等2位师姐回来的时候呢，我的进度就比他们要进了一大块。所以后来就是老师就是改变了教学方法有时候就有些示范就教我先走一遍，慢慢的后来就有一个，我们有一个首先搞了一次是，我记得是我最喜爱的上海粤剧新秀比赛，当时呢我就是以盘夫这一折作为参赛的剧目的，那么也怎么说呢，也很曲折，我觉得也很神奇的一个经历。我的第一次上台居然没演完，演到2/3的时候，那个跟我搭档的小生张雨峰，大家也很熟悉当时我跟他是一对搭档，哎呀，他的头勒得太紧了啦。我唱到我在门外门里的时候，我在门外听他门里的戏的时候，他晕过去了。唱到这个时候，他晕过去了。晕过去的时候，当时我很忘情，我印象我特别的忘情，因为观众对我的鼓励特别的大。我唱一段给我鼓掌，唱一段给我鼓掌。我那时候的状态就是兴奋到自己就是控制不了自己的，就觉得就是哎呀，我就觉得在台上怎么这么幸福，观众对我这么好然后他昏过去，直到大幕拉起来的时候，我还没停下来，我还在唱，我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虽然大幕拉起来了，但我还在唱，直到我们的那个书记跑上来，哎，停，你别唱了。然后我就看，对呀，我说怎么了？后来头一回，我们的雨峰就昏过去了，就已经支撑不住了，就昏过去了那么当时虽然就是没有演完，但是，哎，我心里特别的开心，也特别的兴奋，其实根本就也没有想，这次我有没有拿到奖。这个问题根本就没有考虑，因为我觉得我发挥的特别好，观众对我特别的鼓励和认可，我就觉得特别的幸福了已经，那么，领导还有评委对我都非常的鼓励，虽然我没演完，那么可能他们觉得我2/3前半场的戏表演的还不错，还是到最后还是给了我这个粤剧的新秀奖那么后来呢，我们老师就把盘夫索夫的后半段，索夫又交给我了。我印象很深，盘夫给我们足足排了有3个月，索夫也3个月，就是这么磨，这么磕。在这个期间，我记得也是像这样的大热天、大伏天，还有是那一年的雨下的特别大，那一年的雨下的很大。然后是水没金山了啦，我们把我们粤剧院给淹了，这么高，我们每个人都趟着水，都到膝盖这边，所以我记得印象很深，老师是每次下午都是光着脚趟着水进来到我们就是这间练功房，真特别感动。那会儿老师已经也要70多一点了，对吧？然后他就趟着水来，后来我们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就觉得过意不去了。后来跟老师说，老师这2天您就别来了，我们学生那个到您家里来。后来有一段时间呢，我们是到老师家里面去学的戏。所以就是盘夫索夫，应该说是我跟金彩峰老师
学的第一出戏，所以就是也磨得特别的细致，啊，就是因为老师经常跟我说，你要唱大青衣，青衣的三宝，唱一个是唱首位的，台步，啊，水袖，这是三大法宝，你必须要做到位的啊。那么所以说，老师在教我那个盘夫的时候，所以就是非常的仔细，非常的认真。我现在举个例子，比如说它是一个盘夫里面，严兰珍有一个下楼的动作，下楼梯的动作。那么我们老师那个下楼梯的动作跟一般的老师可能有区别。他下楼梯，一般我们规定楼梯是9格，是不是？我们正常的是9格。那我们老师这个楼梯是特别长，人家。那么我觉得戏曲这个东西是虚拟的啊，是表演是虚拟的。那么就是说，他为了要表现严兰珍下楼梯的时候啊，要身段要美，台步要美，所以他的下楼梯是特别的长。那么他告诉你他走的是什么步子，啊，那个一开始我这个步子走不好，走了好多遍我走不好。你比如说他的步子，他应该是小雀步，因为我们穿着裙子嘛，他不知道他这个步子呢，他走的是这个步子，步子是这个步子，是这个步子。小雀步。那么走这个小雀步的要领是什么呢？你的脚尖儿啊，一定要擒住劲，一定要擒住劲。你不擒住劲的话，你这个整个上面的人要晃。擒住劲以后，你上面的身体是不动的、稳的，然后再加上你的腰怎么扭啊？你这些都做到位了以后，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的所有戏曲的陈式的动作。都是要为人物、为生活出发，因为什么？戏台上的表演都是源于生活，但有一点是高于生活的。那我就讲这么一小点。老师跟我讲戏讲到什么细致的程度？上水袖以后，这个手就是代表着搭着扶梯。你走，你的手啊，你的手必须是越来越低，到楼梯下以后，把水袖怀掉。那这个细节，老师不说，作为我们演员来说，我是悟不到的。看录像是不行的，这些细节必须是老师来跟你说的。所以就是说，不说都不知道。很多演员都是脚上有了。腰上有了，但是他就是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他的手始终是平的。那么老师就跟我说，啊，侬去，说上海话可以吗？侬去看看叫，上楼梯扶手，何里只楼梯是扶手是平的，侬人下去了，这扶手还是平的，没有的，肯定是这么下去的，是个斜的，那就是这么一个细节。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就是说老艺术家为什么他们演什么像什么？他们为什么能够把人物刻画的这么到位？这是真的是就是有道理的。他们是天天就是在琢磨这些东西，在琢磨这些事。那么就是对一种生活的研究，对艺术的研究的一种态度，我是说也是非常值得我们这些青年演员去学习的。就是我想表达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说我们现在一些年轻的演员啊，就是说现在可能学老师啊，你说他唱的不到位吧，也挺好啊，做的不到位也挺好，都过得去。但为什么就是说在舞台上还是有那种演的痕迹呢？这就是我一直也是在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老师们在塑造人物的时候，他们没有演的感觉，他们就是这个感觉。你比如说，我采风老师的李秀英，采风老师的演的那个前半段的电影里面的那个祥林嫂，我觉得他没有给我感觉他在演。包括不光金老师啊，所有的那像徐玉兰老师、王文娟老师、吕瑞英老师、张桂凤老师等等，还有我们范福老师啊，我们袁老师、尹老师等等这些老艺术家，我就感觉他们就是
不是在演，他们就是这种感觉。那我们这些青年演员呢，在舞台上的时候还是有表演的痕迹。当然我们很努力，但就是这么，我感觉就是这么一步之遥。但这个一步之遥，就是跨不过去，啊，就是我一直也在琢磨这个事情，可能就是我们钻研的还不够，我们就是老师的那种研究人物、研究生活中应该是什么样的，那么到舞台上提炼以后应该是什么样子，这么一个过程，啊，这个应该老艺术家的一些刻苦钻研的精神，我觉得要值得我们去学习的。那么盘夫索夫，学了1年，首演是在艺术舞台。我当时是记得2场演出，客满，还加座了。因为盘夫索夫有20年没有演出了，所以当时非常的火爆，非常的火爆。那么这个呢，是我跟老师学的第1个戏。那么跟老师学的第2个戏呢是《碧玉簪》。碧玉簪这个李秀英这个人物呢，跟严兰真是截然不同了，2个人物性格是完全不一样的。严兰真是娇娇二气，敢爱敢恨，那么李秀英呢，就是非常正统的一个大家闺秀、大情义，非常的稳重，非常的善良啊。那么就是你这个人物的个性上，就是要绝对的要跟严兰真要区分开来。那么我们老师当时也是的，老师教戏首先是要把人物基调给找准了，找准了人物基调，你之后做的一系列的动作配上去，台步也好，水袖也好，配上去以后都是准确的。如果你人物基调不准确，那么你接下来做的一系列的东西都是不准确的。你比如说一个笑，每个人物的笑是不一样的。严兰真的笑跟李秀英的笑不一样，还有我们最有特色就是王熙凤的笑，对吧？一样一个笑，你人物不一样，那么他表演的那个方法就是不一样，不然的话你都是错误的啊。所以说李秀英呢也是，当时我就举什么例子呢？我就想举一个，三回头，桂宁这一折应该是《碧玉簪》里面，比较重的、比较好的一折戏，比较就是说，牛头戏啦，阿拉讲，还有3盖1，我待会儿说啊。桂宁的3回头，老师就问我，你当时心里在想什么？你是怎么一个心理过程？我哪知道什么心理过程啊？我当时就是你老师怎么做我就怎么做，我就是模仿，对吧？但是老师就说你作为一个演员，就是这是异样画葫芦，他要你化为自己的东西。老师一直跟我说，你要超过我，你要超过我。但呢，我一直跟老师说，不可能，不可能。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像经典的东西，你像盘夫啊、碧玉簪啊，你说我超过老师，真的是不可能。我说的是句大实话啊，因为像这样经典的东西是，我觉得多一点点是多余，少一点点是不够，你就是得这么的恰到好处，对吧？对呀、对呀、活秀英、神兰这人家都是公认了。他老师是鼓励我，你要超过我，你要超过我。我说老师，你别指望我超过你，我说的是大实话。他说我你怎么这么没出息啊？他是想激励我，知道吧？我说不是老师，我没出息。我说这2个戏，我说我肯定超不过你。我说我以后排几个原创的戏，我说到时候您来指导，您来看一下啊，看看我可以在什么京派的基础上，或者有些什么发展，或者有些突破，这个是可以的。你说这2个戏，我说老师，我好好的把您给继承好，就您看了满意，我就也就心安了，我就也对得起您了，就是我就跟他就是这么好，平时就这么聊天。因为什么呢？因为老师对这2个戏已经是揣摩的已经是太到位了，我就觉得3回头他就问我你心里在想什么？我说我不知道，老师，那我告诉你，我现在跟你分析，你1回头你心里是怎么个状态？
对不对？你看着妈妈在那里哭，你又不能不回家，你要走，你又不能走，但是你还不行，我还是得走，我下决心走，停住，第一回头走不了，舍不得妈妈。你第一回头，心里在想什么？你是舍不得妈妈，回头看着妈妈，妈妈还在哭，舍不得。然后再一想，我不回去不行，我走吧，走到那里，第二下停住，走不了，妈妈还在那里哭，肯定我回去再看，果然妈妈还在哭。这个时候你是什么心情？你是焦急、矛盾、焦虑，我怎么办？我要走，妈妈还在哭，我走不了，但是没办法，我还是得走，一个翻身，决定走到最后，再回头的时候，还想继续看妈妈，丫鬟出来了啊，我不能，这个表情要录线了，快点走，快走，就是这么一个心理过程。给我分析的非常的到位，3个层次，就是你在表演的时候，你知道他在心里想什么了，你才能把它表现好。你在台上必须是自己觉得是自己感动自己的，你才能打动观众。就像我刚刚说的，为什么老师你们演什么就是什么，我们演什么还是在演什么，对吧？你自己打动自己了，可能你就离那个人物就更进一步了。就是点点滴滴。我印象都非常的深刻，然后到了3改1，那么就是更加的难，更加的是走心里了，啊，那么，对啊，唱作并重，然后你比如说他的台步设置是不一样的，3改的台步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他老师第一次走的是那个小跨步，1步、2步、3步，每一步走过去的时候。都是要带着情绪的，都是要战战兢兢的，都是要这么带着情绪的。你不要醒哦，你不要醒哦。然后你推了他一下，第一下推了一下他那个椅子把儿，然后快点逃，逃完以后再这么偷看一下，他还是没醒，怎么办？然后第2次他用的是云步，当时我云步走不好，我们老师就光着脚在地上给我示范，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啊，一辈子都忘不了，那个光着脚在那个地上给我示范，那么我才知道怎么把它走好，因为我看老师，我问老师你这个电影里的台步你是装轱辘了吗？哎，因为我觉得拍电影嘛可以用特效的嘛，他的台步简直就是我感觉就是装了4个轱辘在那里滑，对吧？就是上是纹丝儿不动的。我说你有没有？装特技啊？有没有装轮子？他说没有，那怎么可能？他说都自己走出来的。那我说哎呀，怎么走，对吧？要靠自己练，你要练呀，不练怎么行呢？对不对？啊，对，然后要练。那么第3改我们老师就还是用那个小雀步，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脚上要擒住劲儿，上身不能动，才会有那种效果。我说老师，我努力走到您那个效果，就是像装了4个轮子一样的那种效果啊。然后就是台步，然后3回头那个是感情加水袖，对吧？啊，然后就印象特别深。那么第3个戏，老师的其实三个就是他的经典代表作都教导给我了。第3个戏呢是汉文皇后。汉文皇后呢，就是我成熟一点以后，她教给我了。因为这个戏的跨度非常大，她那个窦皇后是从小时候一个到后面成为一个平民皇后，她有这么一个人物的经历的一个过程，所以就是非常的难，就对我来说。那么当时老师也是拼命的启发我。当时当然我们还有我们导演，我们童文威导演跟我们一起排的。那我是双管齐下，导演启发我，老师归老师那边启发我，然后因为那会儿我们的服装跟原来老师服装又不一样，没有水袖，它是大水袖，汉朝的那个大水袖，没有那种长水袖。那么老师就拼命的，他说你没有水袖的辅助表演，你就要全靠人物的内心去填充这个人物，不然的话你的人物就要空。所以当时呢，我们剧本呢
修改，我们当时在一起也是大家都是一直在一起，一直在一起。所以就是说，我们老师的，其实我觉得他的台步也好，水袖也好，唱腔也好，我觉得他都成了一个体系了。他的水袖，你去看他的水，很干净。他每一下的水袖没有说你一下子下去是没有意思的，他都是有意思的，他都是自己想好的。所以我们金老师的水袖是非常的规范的，他没有一句多的，不乱的，很干净很干净啊。所以那么台步也是都是安排的好好的，这儿走什么步，对，那边走什么步，这儿走什么步。那么唱腔就更加别说了。唱腔我觉得啊，我觉得我们的老师，我一直碰到我老师说，老师你的唱真不好唱，真不好唱。我就觉得京派特别难唱，因为什么？我就觉得唱京派对一个演员的要求，嗓音条件非常的高，它不单单要有那个亮度，它还要有宽度，对一个演员要求非常高。那么我自己的对我自己的就是认知啊，我觉得我的嗓子亮度是有的，但是我的嗓子宽度是不够的。但是老师呢，真的是唱腔是高的很高，低的很低，上上下下刚柔高低不平，刚柔并济啦，咬字又非常的有力度。我自认为我唱到现在还是有距离的，真的是。但是我也在不断的努力啊，我也在不断的努力。哎，我跟老师开玩笑，我说老师，我讲我唱侬戏，我这个吃饱子人生唱，有一两只戏真的是，就是真的是太戏份又重，他的戏都戏份特别的重，对不对？然后真的是唱作并重啊。然后但是就是你想他像我老师，他很有讲究。你比如说，老师跟我抠唱腔的时候，比如说一句起调，老师最有名的一句起调啊，官人啊。我给大家唱一下啊，官人啊，官人啊，那他有收有放，然后当时我记得我当时学的时候，嗓子好嘛也不注意。你比如说啊，官人啊，官人也可以了吧？也可以了，但是老师说不行，你那个高音没有到位。怎么没有到位？我再给您唱一下，您听一下有什么区别啊？啊，官人，那个位置，那个音的位置到的那个点儿，跟我第一次唱的位置那个点儿是不一样的。我第一个位置在这儿，第二个位置的点儿就在这儿。那么老师的要求就是，你必须到这儿。脑腔，对，你必须到，就是从我鼻腔过去到前脑门这儿，这个点在这儿，你不能横在这儿，就是这么讲究，你一点都逃不过他的耳朵。那么后来一开始老师跟老师没默契，不知道，刚刚开始教的时候，那么老师拼命示范啊。后来就是类似于这样的情况，老师觉得，哎，没到，知道了，老师，我再来一遍，我第二遍、第三遍就啊，你知道了就好了，就是后来就是非常默契的啦，啊。跟他故事很多，真的太多了。幸福了，因为我跟金老师就这种近距离接触的机会太多了。啊，是就是在越剧院刚进来的时候，因为住在越剧院6年嘛，那个时候每个礼拜7天，我估计4天就天天跟在他后面，就跟在他后面。他出去玩也带着我，出去会朋友也带着我，然后他们都知道我。然后有时候哪天没去了，他们都会问他，哎，侬这拖油瓶呢？就拖油瓶，你那个小拖油瓶呢？就是这么说我的。啊，那么老师呢也对我非常的真的是关心。你比如说我当时，盘夫当时比赛的时候，第一次上台的时候，老师就给我去拉赞助，我特别幸福。当时就送了我一副头面儿，送了我一件披，一条裙子，一双鞋子。我的行头
阿拉现在讲起来，我的行头是私财。我是第一个有那时候小朋友里面第一个有私产的人，就是说，对啊，就是那为什么呢？因为老师觉得就是说，佛靠金装，人靠衣装，必须因为你说剧院没有衣服，有衣服，但我那会儿特别瘦，特别小，剧院老师们穿的衣服都是这么大。我穿着我身上晃啊晃不好看，他觉得不好看。你第一次上台，你得漂漂亮亮的，给观众的头一印象你一定要好，对吧？所以老师就特别用心，给我去拉了赞助，然后帮我做了头面，做了衣服，让我漂漂亮亮的见了观众。所以就是非常的感恩他，也感激他，这点点滴滴都记在心里。但是对我业务上要求也非常的严格。那当然这是为我好，要我好，对吧？跟他出去，有时候在酒店、在饭店里面，他无时无刻不在跟我说戏。饭店里吃饭，他兴子来了，他就站起来唱了，就唱了，他也不管旁边都是人，他不管。然后我当时是不能理解，哎呀，老师你怎么叫你不要唱，他回去跟我说，对吧？然后他不管，他很忘我的，艺术家都这样子的，他就跟我示范唱了，然后。老师因为他每年都会有2次去医院，就是检查身体，然后挂针啊什么的。那我那时候也会去陪着他也是艺术，就是聊艺术，躺着病床也跟你聊艺术，就唱。那么也不管病房里就给我示范唱完了你唱给我听听都就是这样子的。有会儿打电话，说起打电话。那会儿在寝室里的时候还小嘛，早上总会喜欢晚点起来，要睡一会儿懒觉，对吧？然后老师每天他起得早每天有时候7点多要打电话过来了，7点钟我正在梦游呢那会儿，然后印象特别深，一看到那个号码，我整个人就呲溜起来，然后寝室里的我们那会儿是8个人一个寝室嘛，我就开始吊嗓子了。接他电话之前我要吊嗓子了，为什么被他听出来你还在睡觉，骂你说你了要，知道吧？然后他们就笑我，老师来电话了，因为我在那里清嗓子了，不对了，就是这种小故事太多了，好多这样的小故事，所以说真的是就是幸福，真的是非常的就是。因为比起在外地的一些师姐们，我真的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了，因为非常的近，老师走过去就5分钟，有什么事儿一个电话，然后过去要跟你说点戏什么，就非常的方便，真的，所以就是等于是潜移默化的就在影响着我，在走，然后就是后来嘛就参加了粤语春风的比赛。就一路这么走过来，粤语春风的比赛，那么第一次也是太投入了，大家也知道，太投入了，超时了，那么其实也没什么，对我人生上，这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磨练而已，对吧？每个人都会经历这么一段一段的，就是我也没气馁。那第二次来了，我们还是再来，我跟他们说哪里跌倒哪里爬起，有什么呀？我还是归您打头炮再来，然后09年的那一场粤语中文那个杀得特别的惨，我就觉得特别的努力那会儿，因为我刚刚生好我孩子，孩子刚刚是大概是几个月吧，我记得刚刚几个月然后还在就是哺乳期那会儿，然后那会儿比赛也非常的艰辛了，然后就是。哎呦，怎么说呢？当时跟老师也是为了这个事，也是有点意见上的不统一。我老师跟我说，你，小孩2个月可以了，就是哺乳期2个月就可以了。他说我就2个月，那么我就觉得这2个月怎么行呢？我就觉得小孩尤其我因为双胞胎嘛。我说后来我就跟老师也是解释了一下，我说他们体质不是特别好，我说我还是坚持人工哺乳比较好一点那么老师也非常的理解我。后来碰到王文娟老师，看我比赛在后台在那个嘛，后来他居然来一句话也是，他跟我说什么？他说：“哎呦，侬小人不要打一个。”艺术家的话都是一样的，你小孩别打。侬要搞艺术
后来我就很纳闷，你们那会儿小孩谁带的都是，他们都不管小孩，他们就是艺术，啊。但是当然，我现在小孩，说实话，到后面其实我也没带，我都扔给我家人，我妈妈，一直我妈妈，我婆婆，然后我那个姨妈，我还请了姨妈，一家人在那里帮我带孩子。我自己后来其实也是没怎么有多大的精力去投过去，但是我就觉得他们说这样的话，我就觉得，哎呀，艺术家们都是一个样，就是除了艺术。艺术至上，艺术至上，戏比天大，真的是就是这种感觉，嗯，然后，对呀，观众都说了啊，那个知音说婷婷好幸福，然后青音说金老师好，然后呀，你说的真是太有声有色，没有，谢谢。中国片都那个都还跟你说的真棒，真好，也是出道的萌呀，哎呀，大家都在跟您互动说的，还有个。唱一首，那这样我就把刚刚那个光荣好比天上月唱齐了，好吧？关声啊，关声。月上爱来我心啊也昏，关城你啥有千金担，我为妻分挑把金分君，你有你难的事你快把真情事说来我听啊！怎么说呢？你讲了这么多，其实说话讲话是很费。哎，对。然后说完，然后还唱的这么自如。没有，因为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专业的一种发声方法，一种技巧。对，其实说话是非常的累的，其实真的是非常累。那么就是发声方法，如果你位置好了，就是那没有关系的啊，是没有关系的。刚才你说到你的双胞胎女儿了，对，他们遗传了你的艺术基因，都会唱。对，会，来，青青，来过来一下，过来。来，我们给大家见个面，就是西园的观众朋友们，来，大家好啊，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咦，跟大家唱一段，好吧，唱一段什么？你们一个梁山伯，一个祝英台，唱一段《梁祝》，好吧？表演一段，好吧？扇子有没有？扇子没有啊？不知道。扇子有没有带？啊，你有一把？啊？啊，你们到奶奶那边去拿2把扇子。啊，因为他们2个从小也是在这个氛围中长大，所以就是就是受我影响吧。给大家唱一段《梁山伯祝英台》，好吧？啊，来，我在旁边，就是这第一段好了，好不啦？两袖书包为你一枝梅，好吧？我们地位不走了，就做动作就可以了，好吧？啊，就走的小一点地位啊，好吧？好，因为是好了，预备。起，我看看，那边，两袖。两袖，父王们献一枝梅，是让鸟儿得到对，喜天末日喳喳叫，相依两袖报喜来，弟兄。
红线的路平安把家归。OK， 好，可以了，好，可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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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行吧？绝对的，绝对的，绝对的。还行吧？啊，这么大了，09年那会儿刚刚是，现在已经10岁了耶。感谢你的家人，真的是感谢我的家人，啊，说起我的家庭吧，我觉得我很幸福，也是很幸福，因为我的家里大家因为都是跟文艺这块，那个大家其实都是搞文艺的，那么我妈妈呢，我自己的妈妈呢，因为主要是我说你是我们家的后勤部长，我说我这个都要你管好，两个孩子都要管好啊。她是那个总指挥，然后呢，最主要我还有我的婆婆顾有芳老师。那么我要隆重介绍一下我的婆婆，她呢是我们上海电视台的资深的化妆师。早年的一些电视剧啊，《上海的早晨》啊，济公啊，都是我们顾老师的造型化妆。那么他呢，也是一个非常喜欢戏曲，终于搞戏曲公益事业的一个这么一个老师，到现在了还一直坚持的。那么就是他呢对我事业上的支持也非常的大啊，有时候我演出啊，我们顾老师也经常来帮我化妆。那么现在呢，他还老有所乐，办了一个那个小星星的戏曲班，因为他呢为什么要办这个班呢？因为他热爱戏曲，他觉得我们戏曲要有接班人，所以他有这么一个初衷。具体的，我觉得让我的婆婆顾老师来谈谈吧。老娘，你来谈谈你的想法。我在你朋友圈看到顾老师给许杰老师做的毛对，我们这次上年那个100年的越剧演唱会的毛泽东的照相，许杰老师的那个毛主席照相的，就是我顾老师造的型我很紧张，那个时候他们让我造型，我说照那个伟人的形象了，那起码我们要做案头工作就要1个月到2个月，然后他就3天，他说3天里面要让我把这个造型拿出来，那么我说怎么办呢？我说我跟婷婷说，我说我这个要晚节不保的，万一我搞得不好，人家想顾老师搞得什么？那个毛泽东不像毛泽东不行，对吧？然后他说没办法了，一定要帮忙，所以我就这么拼了吧。我觉得一定可以的，所以他跟我说晚节不保，我理也没有理他。这个职业的，他就是一种，对，我懂，他是一种负责，老师都是很负责的。他就说你支持好吧？对，这样的事情，对，怎么办呢？是吧？对。所以呢，就是也是临时赶的，当然可以搞得更好。很多作品济公啊，大家都太熟了，是。我那个就是我本来为什么我这么钟情于这个戏曲啊，也是因为从小喜欢吧，那个也是老天有眼吧，就是我一辈子最喜欢的戏曲，然后我这辈子的最满意的事业。最热爱的事业跟戏搭嘎，我的媳妇又是戏曲界里向有名了的，那么就是说我这辈子没什么遗憾，然后我就觉得戏给了我那么多，我觉得人要做点回报吧，我的事业，对吧？我的家庭，我的儿子，我的媳妇，包括我2个孙女，多好啊！你不刚才看到了对吧？多好，他们就是有妈妈这方面的遗传基因，这个基因不能浪费，还得要挖掘的。小孩子呢，就是怎么说呢？小孩子的可塑性很强，就因为我喜欢戏，我呢年纪也老了，化妆呢总有一天手要发抖了吧？手发抖了，我眉毛画成蚯蚓了，那这个肯定不行的，对吧？所以呢，我就想，我怎么样做些实事啊？总归做一点我喜欢的事情吧，所以呢，我就在培养我2个孙女的基础上吧，心里有的很多的体会，然后看到我的媳妇啊，一步一步的成长。当初他们那个袁东老师团长，青年团团长，
介绍我那个时候也是上海电视台的大舞台嘛，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就把他们推出来的时候，对吧？对对，他和几个青年演员，这是我好像第一次跟我婆婆见面，对，第一次，对，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孩子好像很成熟，很懂事啊。就同样那么一些小孩过来啊，他就是好像，哎，我觉得这个孩子好像蛮懂事的，哎，这个很奇怪。然后我对他特别有好感，那么也就是这么一个接触吧。然后就是后来也是这个是很多是缘分了啊。对。金老师无意当中做了个大媒人。这个中间有个故事，对吧？对。因为我儿子是上戏啊，上海戏剧学院那个时候进修编剧，他写作方面还是蛮好的，在上戏毕业的嘛。然后呢，金老师呢要请我化妆，然后就徒弟嘛，这个是得意的徒弟。对，我小油瓶嘛，就一会儿都跟着。他讲，我就跟着去了，就是那个老师请顾老师化妆，那么我就跟着去了嘛，就是他们在那边化妆，我就跟我现在的老公就是碰头了，就是碰头了以后呢，就这么就谈上了，就是这样子。你说是不是金老师做的大媒人？是的，对吧？啊，对。当时金老师很担心的，当金老师跟我说。顾老师啊，他们年纪差距太大了。哎，这个，因为那会儿还年轻，他才20，跟人过几岁啊？这个那会儿大概23吧，23，所以老师还没开始。对，老师很担心嘛。事业对吧？他就后来我跟我老师说，老师，我说你别担心，我说他是编剧，我说以后让他给我写剧本，因为黄沙老师是导演嘛，对呀，对吧？我说他是编剧，以后让他给我写剧本。后来老师也就不说了。后来他也确实是承诺说答应帮他写个戏，对吧？对，写了个小戏吧。一开始写了个那个昭君出塞，那会儿我们10个。对，就是那张照片，现在大江南北都在用。也不应该。是，所以就是非常有趣，反正就这样吧，就在这么一个氛围，在这么一个家庭里面，那么我觉得我太有感触了，我一定要为戏曲做点事。顾老师，我打断一下，就您刚才那2句话，对一个现在的观众轻易留言说，顾老师不但妆化得好，人品更好，他肯定熟悉您。杨东华老师也来了，他说我的妆就是顾永芳老师教的。你看，这就是谁呀？杨东华，杨老师他们都在那个看直播，可能哈。对的，就是说怎么说呢？我在电视台主要是搞那个影视化妆的但是因为我喜欢戏曲，所以我对戏曲有情结，所以从那个电视台大舞台节目的第1期到100期，基本上都是我在里面搞的。后来搞电视剧回来以后，还是跟戏曲离不开，所以怎么说呢？接触的演员吧，就是说他们说顾老师啊，上海或者是全国那个江浙沪一带啊，比较有名的演员，好像基本上你都帮他们画。我说好像是的，是的。那个京剧港，王梦云，王校长，我们的王梦云校长，尚长荣老师，那个我记得连丽于成龙，就是我帮他，不是电影，一开始的舞台剧造型就是我妈妈去给他造的型的对吧？那个当时连丽于成龙在选演员，然后我跟王梦云老师把我请到北京，他们搞春晚，然后那个就是尚老师也在。然后让我帮尚老师画了一个这个《智取威虎山》里向杨子荣啊，不是，就是这个李永琪然后他说让我帮他，王老师让我帮他画一个，然后我就帮他画了嘛。后来尚老师就回上海的时候就跟我讲，顾老师能不能到我家里去一次？
我说为什么啊？他说我要有一个戏，我非常争取这个角色我要演。他说我太喜欢这个于成龙的这个角色了，但他们说太胖了。然后他说，哎，你能不能帮我造个型？我就想要争取这么一个清官的形象。然后我就到他家里去，那时候我记得，我就带了那个胡套吧，对吧？然后我就根据他的要求，我就把它弄好以后，他就拍了3卷这2卷那个胶卷，那个时候还是胶卷，那玩意儿早啊，3卷胶卷，然后他就马上就去让他儿子弄出来，他就把这些照片寄到，你就拿到那个编剧，他们编剧不是集中在一起，然后他们就定下来了。好，于成龙就你上了，所以他非常非常的对我，真的对我很好的，真的对我很好。后来他们那个于成龙不是这个戏不是后来获了很多奖嘛？他们的庆功会，他们那个团长那尚老师请他们团长一定要把我请去，就这么一个情况。就是这个里面故事太多，这一下子今天我们婷婷是主要的，所以我就不讲了。下次有机会你专门采访我好了。我们愿意听，真的。顾老师很多故事，他各个戏剧界的王子跟他都有那个戏剧王子、越剧王子、洋剧王子。李正成，对，张志刚，你问起他们，各路王子，他。下次顾老师咱单独有单独吧。今天我不要抢他的主要的，对。你不仅对家庭，我知道那个您在培养这些好小孩子的时候，我就讲这个好不好？我就其他不讲了，就是我就回归到那个小戏，我们办了一个，因为是婷婷，这个跟我那2个孙女吧，婷婷忙得不得了，凭良心说，就是这2个孙女，她也是花了点心，但是她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忙在团里面。那么我就一直有一个愿望吧，就是说，我2个孩子基本上就是以自娱自乐为主，并没有很强迫他们。他们自己学，看录像、听录音啊。对，然后他们就有兴趣了。然后办了个小班，生意蛮成功了。那能不能把这个，就是我对孩子的那些体会啊，就是在培养中感觉到的一点感悟吧？能不能我们也搞一个？因为我发现，对吧？就是戏曲系看的观众越来越老化，老龄化。对，我们现在剧场里都是白头发、花白的，对吧？都是像我这种年龄。再有就是比我还小一点。对，其实我就说是我老师的观众，我们要培育我们的观众，跟我们一起成长的观众，对吧？然后下一代有下一代的观众也要，我们演员有阶梯上了，观众断层了。不要忘了，观众是水，我们是鱼，观众是水，对不对？他去演戏，我们去看戏。然后我带2个孩子去，小孩很少的，小孩子在剧场里看戏几乎是没有的。对，这个怎么行啊？对吧？所以我就觉得，对，能不能搞个兴趣班，就让孩子们对戏曲有点了解，让他们也像我们小时候一样喜欢看戏。所以在搞那个开始搞那个兴趣班嘛，叫戏曲兴趣班。所以我们这个戏曲兴趣班呢，得到了静安区，得到了静安市街道，得到了那个芷江西路街道他们的支持。所以呢，我们就在4月8号，办了一个戏曲兴趣班，不是办学校啊，声明一下，这个不是办学校，这个只是培养小孩子的兴趣。然后我们就，我们没钱的呀。那么这个怎么办呢？就是我们请了一些我的朋友、我的亲人，对吧？来帮忙。然后我们自己有个南北戏曲团队，我们团队里面的都是业余爱好。但是他们都是有戏缘，他们喜欢戏，我就请他们来当志愿者，包括我们的一些观众，我们这里也有好几个是我们非常非常支持我们、支持婷婷、支持越剧的一些老观众，对吧？在他们的支持下，然后我们就办了。所以呢，我就想，我们每个星期的星期六
上午10点到12点，在芷江西路社区活动中心，我们给那些小孩子就是培训，对，搞兴趣，让他们来接受一些我们国家的那个民族文化啊。我们顾老师，您真是您的那个哇，真是高瞻远瞩，给国家的这个政策是非常对是校园嘛，现在就让大家了解戏曲。我倒是没有因为他们要进校园我想起来的，我是很实际的，对我只是觉得这个太可惜了。你跟国家领导人的步伐是一致的。因为我只是觉得兴趣爱好，一个人必须要有兴趣爱好，最好的这个兴趣是能伴随他一辈子的。而且我发现唱歌跳舞不是不好，很好，但是唱歌跳舞有阶段性的，戏曲只要我爱上了，是一辈子的事情。说得好。所以我就希望他们有一点兴趣，今后他们不一定全部是艺术家，起码他们是戏曲的知音，对，起码他们能欣赏戏曲，他们能把戏曲传承下去。顾老师的这番话不仅是对您这些的孩子所说，可以说是对广大观众、对广大的青少年朋友，同时都非常受益匪浅的。是的，但是的。我想讲一点，就是希望那些年轻的家长，希望那些就是80后啊这些，对吧？他们呢，因为正好有个断层，对戏曲不是很了解，对，所以他们对孩子的培养，往往就注重于学习，参加这个班、那个班、这个班，然后孩子团团转，然后孩子缺少了一种快乐。没有让他们自由发挥的余地。我们家孩子，我跟你讲，顾老师，您是从学幼教的吧？这是我可以当幼教了呀。绝对我们现在这个小星星班的家长们，从一开始来带有怀疑的，他有一部分啊，就想试试看吧，对。但他们现在绝对是非常非常支持戏曲传承，而且他们是我们现在这些孩子才4个月。等一下，我让他们唱几句啊！就是他们的老师，第一个专业的老师就是樊婷婷。没有，因为什么？就是说，孩子们其实很多，我发现就是很多的青年也好，孩子们也好，他们是没有接触过戏曲，你知道吗？但一旦你要踏进这个门槛，接触好以后，他们会觉得戏曲这个东西离我们不是很遥远，因为现在他们觉得戏这个东西是我们外婆、爷爷奶奶的事儿。不对，我到他们高校跟他们去讲座，我就跟他们说，你们千万不要以为看戏是一个很土的事情。我说这个事情你们要把它变成一个很时尚的事情。我说现在看戏需要你们去引领，你们要去引领。以后不要说什么你们不要说很难为情的我去看戏，你们要很自豪的我去看戏，对不对？要有这种感觉，我要给他们灌输这种感觉。那么现在小朋友们呢也是的，你们去接触一下。他们后来我通过我的讲座演出片段给他们看以后，他们觉得戏这个东西很美，不是他们想象中那样子的，很多是没有接触过，接触了，他们觉得可以接触，很美，真的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就是希望，就是爸爸妈妈们也可以，就是其实也要靠爸爸妈妈们带的啦，也要靠爸爸妈妈们带，很多孩子是不知道，对吧？国家政策就是所有的戏曲学校啊。对，都在普及。要进校园嘛，对，都进校园是。所以我们上海越剧院现在也是，现在首先跟金山教育局他们已经对接了那边有10个左右的中小学，我们这边的老师空着就到他们那边去教学，教给他们一些我们越剧就是非常耳熟能详的片段。你比如像《天上掉下林妹妹》啊，你像比如像18相送啊，就教到给他们，他们学得很开心啊，他们真的是。这主要。怎么说呢？中国的传统文化艺术，我们真的希望更多的年轻人来了解、知道。对。我们不希望他们就像顾老师说的，都成为学习、成为艺术家。对，但是对他们的一种兴趣爱好，这是终身的。终身的，真的是终身，我们很有体会的。对吧？我们现在都是已经终身看。戏曲要包罗万象，历史、是歌曲、
是那个什么，他都能兼容并蓄的。是的，是的，是的。所以我说，顾老师，你们真是做了一件，真是工作让孩子们来。所以现在这些孩子们啊，包括你等一下看，让孩子们来唱两句。让他们唱一唱。可以啊，唱两句。孩子们，过来来。我们老师教你们的天上掉下林妹妹来唱两句。老师教的那个天上掉下林妹妹。来，宝贝来。给我们来汇报汇报。来吧，来吧，来，站好来。来。还有星星，来，过来来。因为太宝贝来长嘛。因为今天没有所有的小朋友都过来，我就找了2个小朋友啊，我们一起啊，那个佳佳还有小朋友啊，对。佳佳呢，来一起，来一起，来吧，佳佳，来，我们大合唱好吗？老师给你们做个大合唱啊，来，备，起。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四叶都轻轻荡着谁知道她腹内藏宝真情美，牵牛来国家轻轻飞走嘞，眼睛有丝花照出来，灵动好比风尾，眉上眼就那些起声音像毛如蚊谁，年年名字我来看，心里全是句子语。他们是不是很可爱啊？是不是很可爱？还有好多小朋友今天因为没过来嘛，因为那他们妈妈、爸爸他们都陪过来了，今天啊，这个孩子他不是上海人，然后他现在都能唱了啊，对，是啊，去玩吧。他们将来啊，真的是都是将来我们对他有这个爱好的。是，当然，我就是想就是这个目的嘛，是吗？嗨，不好意思，我就是得报啦。哎，侬好。我那是今朝难办一天，天天要搿能样。不，这难办一天嘛，还算。难得一天我就要困觉了。但那这灯下去亮了。啊，不好意思。我跟小人侪困勿着。9点不到一点我就结束相信嘛，。我可以请侬到我屋里来看看。等侬难办脱，我晓得，我跟侬有眼认得的。这样我也背他。哎。因为我们的老师都请的是专业的。对。然后就是我们的自虐这件事，我介绍一下，像那个吴老师，那个史老师，对吧？我介绍一下，你是不是？可以，然后呢，我就介绍一下，像他们都是我们南北戏剧做的真好，对。出来的自虐者老师，他们我也是志愿者。那我们南北戏曲团队，来，今天来的南北戏曲团队的，这个是我们南北戏曲团队的队员吧，就是我们南北戏曲团队全部是小星星的自虐者，他们都是无偿的在奉献。那么就是真的教的老师是像婷婷啊，像我们都请的专业的，但是需要有人带孩子，对呀，需要有人辅导，有基础嘛，你慢慢的你们才能来。如果你要是从一张白纸，你就开始给他们来，肯定好费时间的，对。所以就是志愿者，你们真是感谢你们，不容易的。对对呀，小朋友，你想都是他们这个兴趣就靠你们慢慢的去给他们培养。中国戏曲之所以能往下面传承，真的是感谢所有的传承。年轻的自虐者呢，他本身就是幼儿园老师。我们这里有2个是幼儿园的老师，他是幼儿园的老的高级的幼儿园教师，他是年轻的幼儿园教师，都来做我们的志愿者。天哪，你们我想知道，因为你讲一下，做这个是不是非常因为你是幼儿园老师嘛，你应该知道，对这个孩子啊，一张白纸是不是也特别的难的？对的，是的，带孩子特别的不容易。小孩子因为比较贪玩嘛，都是贪玩的，就是抓什么一样的，抓小鸡一样的，一会儿要抓，然后要过来的，教他们也会跑步。辛苦你们，希望你们继续为粤剧也为中国戏曲培养好更多的观众。我还特别谢谢我的一些观众们，我最后想讲一下，因为什么？没有观众的支持，我们演员真的是很难在舞台上支撑的，真的是。所以你要接着讲，你等一会儿，待会儿我让所有的观众咱们在一起
然后呢，我们感谢各位志愿者老师，然后这边让听听老师，然后继续再给我们讲。当然观众来，我观众来嘛，我们都结束了呀。有活泼的话总是不错的。坐，可以吗？就在这吗？好的。继续给我们说一下，然后比如说，在团里啊，我们大家都知道啊，最近几年呢，我们的作品不太多啊。是这样的，因为3年前我因为到了应该说是6年前，我到了从红楼团到了那个艺团，那么我呢就是担任了我们艺团的副团长，所以呢就是可能行政上呢做的比较多了一些，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先要为大家服务好，因为我们怎么说，作为一个大的院团来说吧，上海越剧院，尤其是我们上海越剧院，我们上海越剧院是一个流派纷呈、百花齐放的这么一个大剧院，因为它不是说像我们的有些区的剧团或者县剧团，他们流派可能没有我们这么多啊。那我们因为所有的流派创始的宗师都在我们越剧院，所以我们就是说要顾的东西很多啊。那么就是所以说要考虑到每一个流派的发展，所以就是可能就是这2年。其实这2年我还是排了2出戏的，一出是《燃灯者》，一出是《玉蜻蜓》里我饰演了一个大娘嘛，跨行当。大娘因为也不算，因为我也把她塑造成了一个比较轻易的那个带一点就是有点怨的一个感觉的这么一个人物形象，所以也没有算跨行当啊。我是挺知足的，我挺感恩我们剧院的，因为我就觉得没有上海越剧院这么一个平台，就是没有说的小一点，没有我今天，也没有我们这一辈青年演员，没有老师的培养，没有领导的培养，没有我们这一辈青年演员，现在也不青年了，也应该说是也要中年了，也快步入中年了，对吧？就是所以观众也说了，拍的信息不够。那我努力接下来几年我努力为大家为塑造排几出戏，我也想自己，因为到这个岁数了，就是各方面应该说舞台上的经验也好，然后生活中的经历也好，我觉得也是对一个演员来说，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阶段，相对成熟的一个阶段，所以也渴望自己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能够崭新的角色，能够带给大家。那么我呢，肯定会努力去实现这个愿望，也是我的愿望我会努力的，好。说到信息，我想说，其实我们还是虽然说你经常演那个第3个帕克索夫刚才帕克索夫给大家唱了，你再给我们大家唱一段吧。再唱一段什么？碧玉簪呢？碧玉簪，好，碧玉簪，我要不唱一段3干1，唱个几句吧。好的。好吧，好。呀，小女当把儿进宫，官人他多如一旁玻璃瓮，我是从家到王家越多，正好比看起王令我心
苦，那婆婆拉他上楼来，他总指望我们夫妻从此苦梦，谁知他怒气冲冲到四处，他是包梨包菜摆布，我报名报拜谁为呀求，可怜我啊与满腹的委屈相随诉，枉费了婆婆一片心，宽起来今生夫妻难。没有，真的，没有。没有。所以说，你看刚才已经讲到了，就不多说了，就是李玉簪，你讲过。我都是在想，你有没有问过金老师，他李玉簪演的那么，把李秀英演的那么可怜的，他为什么演那个王熙凤的时候，哇，那种感觉，哎呀，你有没有问过他？他有没有跟你讲过？王熙凤特别难演，这么多角色里，我最怕的王熙凤。我们老师也最怕王熙凤，也怕。当时我知道这个故事，当时全员一盘棋的时候找他演王熙凤，老师是不愿意的，但是老师就是这么牛，他不愿意归不愿意，但是还是把他塑造的非常的到位，就是这么牛。那么王熙凤呢，所以到我这儿，我也不愿意演。我其实我觉得，因为这个人物特别的，不容易，因为王熙凤她其实不是凶。很多人尺寸把握不好，就会演得非常凶。它其实是威，是一种威的感觉。那么就是凶跟威之间的这种尺寸就非常难把握。那么就是，所以就是，对于王熙凤这个人物来说，就是我也是演一场，也是在不断的在那里揣摩，不断的在那里学习尤其他那个出场的那个笑声。就是未见人先闻声的那种感觉，你真的是，我跟老师说，真的也是你这个王熙凤人物出场要打了鸡血似的出来，因为一下子要投入进去，不然的话你一下子抓住观众，不然你就到位不了，抓不住观众。对呀，这个笑特别难，我知道接下来你要去香港演。对，我们那个这次非常的幸运就是也非常荣幸，我们香港回归20周年。那么我们其实我们非常的自豪，说的大一点，我们这次是去闭幕演出。我记得开幕式的时候，我们习总书记习大大。在开幕的时候也出现了，也给回归做了讲话非常祝贺。那么我们呢是去参加闭幕演出，那你说这个是何等的荣幸，对不对？所以就是说这次的任务也非常的重。那么我们1号出发，2号、3号、4号、5号在那边给大家带到3台大戏。1台折子戏，那么这里插个小广告喜欢的朋友可以到香港去关注我们，我们在那边3天给大家带来4场戏，红楼梦。给大家说一下是影原版的《红楼梦》，是方亚芬老师跟那个王清演的。那当然我在剧中扮演王熙凤，
啊，那么还有是铜雀台，我们一团的男女合演大戏，铜雀台也是方老师、齐春雷还有那个徐标新主演的。那么还有一出是双珠凤，是徐标新跟方老师主演的，还有一场是非常经典的折子戏。那么还有我们张瑞红老师跟单远平老师加盟到我们一起，当中都是非常经典的折子戏，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来关注我们啊。对，啊，对我演盘夫，对。说到《红楼梦》啊，我知道你们刚演出不久是吧？给我们唱一段吧。《红楼梦》也要唱一段？对呀。《红楼梦》，红楼梦，我。红楼梦我不唱了，红楼梦我不唱了，我就给大家来一段出场的那个出场那个白口，好吧？就是打鸡血的那个白口，好吧？啊，我们是这样子的啊。怎么林姑娘来了吗？这里来了吗？啊呀！哎呀，老祖宗，我累死了，我累死了，就是这样子的。不了。啊。很辛苦了。然后我也知道这边的你们观众。对，我要非常感谢我的这些忠实的观众们，他们在这里陪了我快2个小时了。你们大家来露面好吗？来，大家来露面好吗？来，到这边来一下。来，他们都好腼腆啊。那你们镜头能摇一摇他们吗？然后咱们大家一起唱一段吧。唱一段，好。好。来，还有那个小朋友们，我们来，我们周阿姨，我们算吗？算啊，一起来。来，其实这位周阿姨就是我们戴中贵老师的孙女，对吧？我叫阿姨。叫阿姨啊，就戴中贵老师的侄女，所以她非常支持的粤剧。尹老师搭戏的，对，所以就是我没有演出，他们都会到场来给我们加油鼓劲，所以我非常的谢谢他们啊。我们怎么大合唱啊？来，全部集中，过来，来，别客气，小孩在前面，大人在后面。啊，对了，像拍照一样的啊。大家能解释。好，唱什么呢？还是这样吧，还是唱我们老师的《天上月》，好吧？好，来，我起个调吧，好吧？好。妈妈不是妈妈。来，转过来。应该有妈妈的妈妈，应该有妈妈。来，我们来看。你个手来，背。王圣听。背。乖伢子啊，我低一点吧。乖伢子，预备起。乖伢子，你好比天上月，为妻哭鼻子月啊变啊心，那月照亮了心也明啊，月照暗了我心啊也昏。官人的茶语千金带，为妻分条500斤，问君有你难的事你快把真情说了我听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好，以后有机会多做客我们戏园。谢谢。您的新作品也好，您的新戏，包括以后我们都还继续给大家。好的，好，谢谢西园的观众朋友们，下次见，再见。